有吗？有。我觉得 DJ 可能不是这么亮的地方工作，我们灯可以暗一点吗？然后我也欢迎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他今天有来帮我一起唱这首歌，然后欢迎苏斌。大家看，就是刚刚在MV上面那个被骂的那个，就是他长大了呢，长大了，很帅吗？还好吧，还好。不能让他，不能，好，就这样，这样比较像夜店。啊，夜店需要一些荧光棒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手机吗？有吗？有没有手机呀？亮，不要开，好，就这样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音乐下去，我们来开一个原住民电音 party。哇，这样很像夜店。好，我可以大声吗？会不会有警察？谁带大档？还有 iPad 哦，好嚣张哦！哇，这是夜店的 DJ， 加油！
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夜店才开始哎。DJ， 接下来要送什么好料给我们？会唱吗？会。改天要不要唱？后面的是怎样？我们喝酒醉了。Come on， 牵手手。上面，我有练过舞哎，我只会这样哎。我唱一唱好不好？嘿呦，加油哩！乌拉呀乌拉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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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旺吉阿布达拉吉达阿瓦拉嘎布，噔噔噔。